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持家規則，或者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強烈關心嘅係全世界面積最大嘅國家俄羅斯3年電廠嘅升級。今日節目地圖為大家繞場到嘅專家係來自淡豐大學 LGU 研究所俄羅斯組嘅崔琳崔教授，老師您好。主播，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老師再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我在談這一次的這個大選，3月18大選之前，我會想要先請老師為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知道這場選舉，攸關接下來俄羅斯的一些民主的制度的轉換，或者是新的發展。那俄羅斯它是一個半總統制的國家，我們自己某種程度上，我們是雙首長，我們也像是半總統制。那另外一個，我們在以前這個教科書裡面最熟悉，大概就是法國的第5共和。對。究竟俄羅斯的半總統制有什麼特色？是不是在介紹選舉之前，可能要先老師幫我們背景先認識一下 ？OK， 好，俄羅斯這個半總統制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於它這個總統的權力很大，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以半總統制來說的話，它同時具有總統制跟內閣制的這樣的一個特徵。那總統當然就是人民直接選舉，然後內閣的話是對國會負責。那在這個半總統制度之下呢，總統他就是會具有內閣制跟總統制的這個國家元首所沒有的，就是說的這個權利哈。譬如說，在內閣制國家是虛位元首，可是半總統制國家的話，總統他就有就是這個指派總理，然後甚至就是說解散國會這樣的一個權利。那當然這個權利就在這個三權分立特別明顯的總統制國家。就是說這個總統他就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權利。那為什麼我說俄羅斯的總統他的這個權力非常大呢？就是說我們從俄羅斯的憲法來看的話，他首先就是說在於就是說俄國總統他雖然有這個他可以提名總理，但是要經過國會杜馬的就是下議院的同意。可是如果說杜馬不同意的話，3次都否決的話，總統他可以直接任命他要的總理，然後甚至他也有解散國會的權利。那根本要國會同意這件事情，有點像是形式了。對對，這是第一點。然後第二點就是說，俄羅斯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制度，就是它全國有總共8個聯邦區啊，那每一個聯邦區呢都有一個所謂的總統的全權特使，那這個全權特使它是總統直接任命。所以俄羅斯它雖然稱作俄羅斯聯邦 Federation， 可是事實上它是一個中央集權制，就是靠這個8個聯邦區。那這個是普丁後來就是在他執政期間他所做的一個改革，然後再透過這個全權特使，然後去監督。我能不能如果讓觀眾更容易理解，假設是在台灣的話，像是6個各個這個直轄市的市長是他指派這樣的概念嗎？在聯邦區之下，它還有其他的，我們講說聯邦主體。對。那它的聯邦主體有不同的名稱，好，譬如說像州、像邊疆區，然後有共和國，就是還有自治區。但它不像中國是以黨領政，這個不是黨職，這個是公職。公職，對。對，不是以黨領政，而且呢，這個全權特使他主要的權力就在於他的任務就在於說監督總統的命令有沒有在地方上面，然後還有中央政府的一些政策是不是能在這個各個聯邦區，就是他們各自管轄的這個區域之內徹底的執行，而且呢，這個。全權特使他們甚至可以參與，就是提出對於這個針對地方經濟發展可以提出建議。所以權力很大。所以透過這兩個例子，我們就可以認識到，對，其實雖然是半總統制，它的總統權力幾乎不亞於總統制國家的總統。對，但是還有一個就是這個俄羅斯總統，他在這個司法上面的一個權力，就是說對於這個司法獨立的司法的這個介入的權力，其實也是很大的。譬如說像憲法法院、最高法院哈，那就是的這些法官雖然是總統提名，要透過俄羅斯的上院，也就是聯邦院
的通过。可是呢，联邦院里面的成员他不是民选，他是推任委派，然后地方上就我们刚刚讲的联邦主体的行政官员也是总统指派。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变成说，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整个俄罗斯的这个权力就很像一个立体的金字塔一样。总统是在最上面，那下面3个就是行政、立法、司法。对。OK， 老师，如果我们要看接下来这场选举，我想可能要从1999年他被叶尔钦算是钦点就担任国家元首到现在嘛。首先，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老师在那个时间好像是人在俄罗斯。对啊。你还刚好有第一手的观察。那当时那个状况为什么会是由叶尔钦钦点？因为我记得普廷那个时候。他只是副市长吗？圣彼得堡副市长，还是他那时候担任什么职务？怎么可以一跃到老师现在讲的金字塔的顶端？其实，在他在圣彼得堡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之前，他就之后啦，对不起，就是在之后，他是在这个总统府的办公厅里面担任第1副主任。那当然，总统府办公厅其实就是跟总统是非常的接近的。然后当时的总统府的办公厅主任叫做丘拜斯。丘拜斯，他本身他跟普丁都是同乡，是同乡，所以呢，在1996年的时候，当这个圣彼得堡的市长，就是也算是他的政治导师索布查克，他竞选失败之后，然后他就离开，普丁就离开了圣彼得堡，就现在要参选索布恰克的爸爸。对，没错。然后就到这个莫斯科这边来，然后就跟就找这个他的同乡丘拜斯，然后丘拜斯就安排他，然后呢就在这个总统府办公厅里面。那当时他所担任的职务就是办公厅里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部门是专门管这个国家海外资产，还有就是前苏联时期的一些资产要转移到俄罗斯联邦对，那就是所以他其实跟叶尔钦总统的关系是很近的，虽然说在媒体上面交给他管，可见对他的信任不可言喻。然后还有就是丘拜斯本身他在金融界的影响力，他可以说他其实就本身就是一个大寡头，就是说。因为叶尔钦本身跟寡头的关系联系也是非常深，也包含叶尔钦他家族本身，他女儿这些关系都非常的深，所以后来在这个1999年5月，叶尔钦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国会那时候要弹劾他，杜马弹劾，对，杜马要弹劾这个叶尔钦，而且呢，就是几乎要通过，得到这个在这个国会里面的，就是说赞成弹劾叶尔钦的票数非常的高。那叶尔钦他就运用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解散国会，对这样的权利，所以就引发了很大的一次的宪政危机。这是在1999年的5月。那后来呢，到了就可见的，当时叶尔钦的地位已经是非常的危机，而且他的民调只有2%。哇，对，非常的低。所以后来就是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他就首先他就安排这个普丁担任这个第1副总理，然后在这8月上旬，然后8月中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普丁也就谈好了，就是说他让普丁出来担任他的接班人。那国会也就通过，而且是高的票数通过的。所以在当时他出来变成这个总理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普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对，那但事实上呢，普丁他在就是在这个出现在这个政治台面上的时候，他背后之前的经历，在我看来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在1985年到1990年这段期间，他被派到这个东德区。那我们知道，他是 KGB 吗？对 KGB。那他当时负责的工作就是收集一些经济上面、西德经济上面的一些这个情资。那后来在这个1991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KGB 里面就是国家安全这些单位的一些人，他们弄了一个8月政变，对，把戈巴契夫软禁起来。那时候我也是在俄罗斯的，对，那所以老师见证俄罗斯历史很重大的时刻。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后来我就一路在关注俄罗斯，对这个非常有兴趣。那后来他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他离开了 KGB， 然后回到圣彼得堡。
是回到圣彼得堡，他就开始加入这个索布查克的团队，然后就是变成他的一个副手。那索布查克也就是一路的栽培他。然后还有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圣彼得堡的这段期间，他跟当时的就是祖国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党派。他在当然主要政治党派是在莫斯科，那他就设立了这个圣彼得堡这边的，就像一个党支部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统一俄罗斯党的前身。对，因为统一那时候有一个统一党，然后一个祖国俄罗斯，那后来这2个党就是结合起来，所以其实他在党务方面，在这个军方方面哈，在这个政治方面，就是说他的资历其实算是蛮丰富的，对，所以后来他担任总理的时候，很快的就在1999年8月担任总理，然后1999年的年底，普丁就把位置对不起，这个叶尔钦就把位置交给了他。对，那这当中我相信有一些的谈的条件，也就是说保总统安全的离开这个位置。然后我当时在莫斯科，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是当普丁接任总统之后，所有关于这个叶尔钦的这些弹劾的这些新闻就全部都没有。对，所以叶尔钦后来的退休日子过得非常的惬意。难怪老师，你刚好看着这个普丁从这么丰富的背景，然后站上俄罗斯权力的巅峰，到他当元首至今将近19年，从1999到现在，你会怎么看待他的政绩？他为俄罗斯带来哪些改变？改变当然很大啦，因为他做到了一些就是叶尔钦前面总统所没有的事。那我总归来讲，就是说，其实他是把整个政局稳定下来。那第一个就是他上任之后，他受到前面就是叶尔钦时期的这些寡头的一些牵制哈，那他就开始就是打击这些寡头。当然有人讽刺，就是说他把这些寡头打击了以后，他自己变成一个最大的寡头。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我们刚才有讲的，就是说他把整个国家的这个体制，就是完全转变成这个中央集权，更加的中央集权，就是说他的这个管理是一个我们叫垂直权力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划分了这个8个联邦区，然后又派这个自己的这个全特使，然后再透过统一俄罗斯党，就是说组成一个也是常讲，就是说所谓的总统党，对，总统党就是政权党、亲政权党这样，然后在全国各地保皇派。对，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帮他运作啊，所以就透过这些的措施，就让他的就俄罗斯整个的政局发展就变得非常的稳定。可是呢，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也只是他对于他自己权力体系的一个建立。好。也保障了他的这个地位，所以普丁的权力体系，也就是在他任期当中确立下来。那在对外关系上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不断的强调，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大国的角色，他扳回了。你看今年的克里米亚这件事情，对，就再次展现。老师，那谢谢老师上半场的分析，我们先让观众休息一下，下半场我们再把重点标在200上面18健康的选举，今日大家都对。普丁挺出来当选的，怎么很容易很出来倾斜，大家做选举有乜嘅重要性？先嚟一下。大家过去摆咗很多，你提交过这现状，其实来关注俄罗斯3月18岁电中的总统大选。老师，我想要好奇的请教一下，是假设我们外界看来好像普丁是胜券在握，一定可以选上，那我很好奇是其他候选人他们参选的目的或是他们有什么盘算吗？然后这样的一场看起来就像是走形式的选举，对俄罗斯来讲有什么重要性？对俄国就是说，
这个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呈现上面，好，它具有意义的。是。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其实也不能忘记，这次主要的参选人一样就是共产党的代表这个朱甘诺夫，好，然后还有自由民主党的这个季里诺夫斯基，好，以及我们讲亚波罗，或者是说翻译就是这个苹果党的主席这个亚夫林斯基和耶夫林斯基这样子的这些每一次总统参选都会出来的人，对，那当然也有一些新的面孔，可是这些人虽然说就是肯定就是没有不会当选嘛，一定是这个普丁当选，但他可以就是说让这个就是说整个俄罗斯可以制造一种不能说是民主的，对，就是说也是自由选举，好像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俄罗斯的选举，我们必须要讲，就是他的这个公平竞争，好，公平竞争虽然有一些争议，但是在这个譬如说以上一次的国会选举来讲的话，对它的这个争议性其实还是有降低，就是譬如说选举舞弊的这些情况。对，那老师讲公平竞争，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一直挑战普丁的纳瓦尼。对，这一次我们不能讲普丁出重手，因为毕竟是这个选委会取消了纳瓦尼的这个参选资格，说他是有前科、有被定罪的，所以不能参选。如果普丁一定会当选，他何必在乎纳瓦尼来挑战他？在前一阵子的这个年度的记者会上面，哈，也是有记者提出，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让这个纳瓦尼参选？好，就问这样问普丁，那普丁他就回答，他就说你想要看到就是像萨卡斯维利这样的人物哈，在这个俄罗斯的大街上面哈，到处乱跑嘛。那萨卡斯维利他就是前乔治亚的总统哈，在2003年的时候，这个萨卡斯维利其实在当时乔治亚的国会里面，他的势力是非常的薄弱的。是，可是因为当时的选举的舞弊，所以呢，他可以运用他的这个动员的力量，然后呢，引发了乔治亚的这个玫瑰革命，一个和平的这个政治演变。然后后来他出来竞选，然后以96%多的这个选票的支持率就成为了这个乔治亚的总统。那但是呢，他后来的治理也就是说，贪污，然后他的这个国家治理能力其实并不是受到肯定的，甚至他后来离开了乔治亚，好，到了乌克兰去，变成乌克兰的公民，好。官员，那现在也在乌克兰又引发了一些政治上面的争议，所以其实那个纳瓦尼他很多的特色，尤其是在这个动员群众上面，而且他非常的会运用网络，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克里斯玛的领袖。对，然后他的支持度，他支持的这些人，其实年轻人也不少。好，因为像这个也是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就是有一波蛮多的这个年轻人走上街头去。那他们这些年轻人是声援那个 Pussycats 那时候那个不是，他们批判，因为纳瓦尼他在这个 YouTube 上面他公布了梅德韦杰夫的总理对他们的这些豪宅，然后贪污的这些影片，那年轻人就是网络的重度使用者，所以呢，年轻人，而且这些年轻人是被称作P 世代 ，P 就是普丁。对，他们就是因为普丁1999年开始，对他们出生的，然后现在已经10几岁了嘛，将近20岁的这个年纪，他们人生的每一天里都是由普丁领导俄罗斯。对，可是他们竟然走上街头，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普丁他这次选举他必须要很小心，尤其是他这个对他来讲是最后一任期，对，他会担心像这个纳瓦尼这样子的人物，然后就是一个不小心动员了之后，造成了美国有一个政治学教授 Tresman 他讲的这个 democracy by mistake，对，因为领导者如果他过于自大，然后一些鸵鸟心态，对，看清了对手，是，那对自己的这个自信心太强的话，然后一不小心就引发了一些这个真的是民主的转变。
那可见普廷也看了这本书，然后他非常小心的先把这个可能发生的状况给排除。那我们讲一下，这个选举是在明年2018的3月18，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普廷有机会会担任总统到2024年，因为现在一任是6年。可是不要忘了，2017今年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2月跟10月革命100年纪念。究竟在普廷主政下的俄罗斯怎么看待这个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怎么看待这一段历史？会不会有一点，他好像怎么样都不是？我觉得那个对于今年的100年的这个纪念，因为《经济学人》之前还称说，普廷就是新沙皇，可是对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来讲，这是称赞还是褒是贬啊？首先讲就是说现在俄罗斯政府对于这个100年革命的这个纪念它相当的低调，因为其实很尴尬。怎么说？从以前在苏联时期，每一年都要庆祝10月革命，是然后要不断的去宣扬10月革命。可是问题就在于说，苏联瓦解了，代表的是共产主义10月革命的失败。对，那很多人当然也就是有这种，就是说对。尤其在苏联时期受到这个迫害，在这个史达林时期受到迫害的人相当的多哈。那所以呢，对于这个俄国政府来讲，就是说怎么去看待这个10月革命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要非常小心的处理的。那现在普丁他就是不断的强调，他就是他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把它集中在就是汲取教训，然后一定要加强这个社会的团结，好，然后不能再犯一些历史的错误。那有时候他在一些公开场合的时候，譬如说他会批判，好比说他觉得列宁他就是在这个国家体制上面放了一个原子弹，对，其实指的就是说这个加盟共和国，然后的这样的一个苏联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可是呢，他又在其他的一些场合，他会说这个苏联的解体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悲剧。对，那所以今年他马上就是要面临选举，所以在10月底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悲痛之墙在莫斯科市中心，他去就是有一个这个剪彩的仪式，然后一样就是在那样的仪式上面就不断的在强调社会的团结，然后要和解，然后要汲取这个历史的教训，就把这个重点转移到这个地方来。那就像我刚才提到，经济学人讲说，普廷老师，你觉得他是俄国的新沙皇吗？就他现在在俄国的地位？对，他的权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之所以称他做沙皇，也就是说，在他的周围，就像前面的沙皇一样，周围有很多的贵族，贵族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些利益在。那所以呢，他在这个沙皇他有时候他并不是，就是说看似权力很大，可是呢，他必须要去考量到他周遭的这些贵族。那现在的话，普丁他为什么会像沙皇？就是说，在他周围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利益的这个网络，好，这些精英的这个整个普丁架构之下的这种不同的精英之间有不同的这个利益。那这些精英，他们有时候会，即使普丁想要下台，对，他们可能会说：“你下台了，我们怎么办？”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对，所以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的选举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接下来6年谁会出来？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让俄罗斯的稳定瞬间瓦解，有可能，因为整个制度是脆弱的。在我看来，我觉得是脆弱的，因为普丁其实他在很多的对内政策上面，他有很多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去解决。在经济的问题上面，在这个人口，就他前2天在记者会上说，我听他自己讲说，我们几乎解决了俄罗斯所有的经济问题，他一直强调这一点。对，因为。没有，整个俄罗斯的经济的结构还是属于这个资源型的经济，非常脆弱，就完全就是看国际油价嘛。油价好的时候，俄国经济就好，就像2000年到2008年的时候的这个辉煌时代。所谓俄罗斯在那个时候崛起然后可是问题是这个金融海啸，金砖4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他在金砖4国里面也是最后一名。那
既然他稳固俄罗斯的这个角色这么重要，我们有看到他开始培养接班人吗？培养接班人，其实他不用培养。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在他的周遭就有代表不同的这个利益，好比说，以军方结构、情治单位的，我们叫强力集团，然后也有一派的这个文官。那这些精英他们有各自的就是自己的人脉跟网络。那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在准备、在盘算，因为在不光是俄罗斯，就是几乎真的是所有的前苏联国对前苏联国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政治特色，就是在这个主政者之下有不同的精英，那不同的精英之间他们会彼此竞争，所以当总统面临到他最后任期的时候，这些精英就会开始盘算要怎么样的去夺取，就是说在下一个阶段去夺取这样的权利。所以对于这个后面的权力交接的安排上面来讲的话，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不小心就很容易造成政变，就像2005年的吉尔吉斯跟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他们就是说，因为总统他没有能力去摆平这些不同的精英的这种竞争，没有那个能力去摆平，那所以就造成了这种政治上面的动荡。那普丁现在其实他也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我们纯粹从民调上面来看的话，我现在离大选不到100天呢。对，不到100天，所以那个蠢蠢欲动的态势已经让外界感受得到了。感受得到啊，因为前那个经济发展部长他就已经被。就是据他说了，但是我觉得这当中也就是说他贪污，然后收贿，那配合演出的是那个就是俄罗斯石油总裁叫做谢钦，他把200万美金交给他，他一放到车子后面，他就蜂拥而出的就把他抓走了。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同派系之间的这个。